伊的手，牵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于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本夜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伊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阿妹啊，太子也忙转来哦。啊，阿妹，太子哦，几天心情无好，嘴红红啊。等伊心情较平静哦，其实要转来啦，就唔是笑咧。我哪有手机呢？叫用吃菜机吗？系冇？我讲呀，阿妹，跟咱做了。其实要好多要做量。我为到我有好年啊，但讲哦，老家是好嘅哦。阿妹，有输送冇？要按样好钱，阿妹就轻听咧。不过，伢太子啊，就无像伢两啥样，个性暗坏，脾气又硬硬。阿妹，太子哦，求自家嘅好啊，当到地方哦，根本无法度捞佢比。阿妹，给老家时哦，忙人作用嘅功夫较好。两啥就当好，伢两啥哦，要按样好心，阿妹就轻欢喜咧啊。哎呀，聪哥啊，系啊。你要讲伊钓鱼啊？哦，系啊，根本吼，同事打电话来用啊，去钓鱼嘅。佢讲吼，今个去地方吼，好冻江咧，鱼冻多，还有无买人。阿妹啊，有兴趣冇？下摆吼，我推你落去。阿妹啊，我看，乜个？我根本冇去啦。做乜无意喏？佢太子又还蛮准嘞，我想骗电机啊。要按样先就拉咧，唔对咪讲，伢太子电话就会转来咩？好，放心，阿妹冇事情哈，当然就好去接去啊。佢唔过，唔讲嘛计咯，你钓下多鱼诶，等伢太子转来时间，你就讲啊，太子我钓上来好失望咁嘅，啊你咪当好咩？好，阿妹，我就准备出门啦。好，好，等下好消息转来吼，食太蠢。阿妹等你小心啊，好，是太硬好，阿妹，我先行啊。啊，从我生意呢？快啲啦！啊，记得冇？生意的话。哦。你家在做嘛？你做嘛指证？事情变到暗摇，行到御花园送这么机会啊，变冇睇咧，我真嘅冇面子哦，再打下去啦。那段时间哦，什么也照顾啦。人家出到嘴，那不准实证，传来听你来讲。曹哥，一定系问题啊！我都定有问题，那问留下来啊。逃避可以解决问题咩？啊？
你将遐撞啊路高高的，利钱嘛咱唔去干嘞。阿弟爱面对一切，是要欠太勇气。坦实讲，真实的，唔对面慢留一家人，感觉一些责任都冇。你已经走20年了，我再会生你啦。你一生你就太痛苦了，看你一个人痛苦多少呢？一两家人你是责任都冇啊？事情冇影响嘅案件单，我要本人交代啊，佢冇一天会接输啦。第下，唔去挨哀散，挨去做唔对冇哀散啦。还几天呢？过2年，我就转去日本啦。你日本，你日本做嘛个咯？啊？唔同阿文开始哭，他生意了，生意的时候改太平的医药费呢？啊，对哪来？你还挨清痛苦的所在啦。留下来啦，留下来不但可以解决问题，那依法也要需要去太除啊。蛮后生，蛮挺有前途。假使有乜嘅困难，那慢慢同解决。生意的医药费也唔会有问题啊。蔡哥，还当感谢你，伫那个时间安停来。啊，不过，佢还没几天转去日本，做啲老外补养来啊，一家团圆。医药费嘅事。大不了我去做洗碗工，无就去工地做苦工嘛，做得啦。两扎沙费只要肯做，就唔怕存唔到钱啦。敢唔系？既然难坚持，我也冇怕留呢。但是我记得。去到日本有乜嘅困難，千兩千萬，我會想辦法幫。記得咯，唔好硬撐咧。愛啲啦，蔡哥，什麼你啊？哦，有嘞，哎，有本照睇咧，你荷包多啲買魚啦，個人下去啊，我本你吃飽誒，一條嘛掉唔到。哎呀，唔看得錯，還有耐心呢，掉唔到半條也冇關係，個釣魚啊，所以有耐心啊，還有啊。咱我要培養感情，安尼釣魚多。可你一條就釣嘛，你啊，真是要修身養性的啦。你好唔同耐味，唔講一個，乜冇釣半條。講啊，較細上條啊，講翻太上，啲魚嘅變黑咗咁嘅神哦。我當主的啊，難怪我都市人有。哎，唔得兩啥？你條安啦，我食得東西再嚟樣釣有乜㗎？我本使事的嘞。咁可以啊，唔用晒去煮哦。得廠啊，我釣下來冇啦。反正係我食啦，冇有快的呢。唔用晒便宜啦。哎，我記得啊。等下帶車進來，哦。好啦，唔是客氣的啦。你買進來變叔叔的啦。佢哋啊，你在培養感情。
到底转来喏，行安救用寻唔到间杂货店啦。我记得吼，安尼早前骑车落的时节，我创有看到间杂货店呢，隔壁应该是卖食的啦。你讲如何改建哦？系啊。你们遐做在讲的嘛？做顶还是骑车过来？改你遐你转去嘛？我都改变行过来了，你要转以前，我咪点了嘞。拜托你下摆出来钓我，希望先看好来好嘛？跟你自家用唔先看，是要讲啊？你条安辣啦，你都歹死啊！喊你得床较聪明。下摆吼，钓我一天得床出来卖，无见太桥吼，无比运通哦，用做得。哎呀，到底系应该救啦？为多咧，差不多点出头钱啊，很食材哦，见摆是样嘅。是哪种啊？芹菜啊，杂货店哦，有时的时候很偷嘛啊。哦。我可能你是想得从脚开电动啦吼。啊！你有冇想到呢？现在从台电动来说啦，错哈，下摆钓鱼一天去准备啦。要加几钱？100呢。啊，我来有当钱。哦。咁冇想到跳动主热条安啦，只创也有法度安对掉。来看啊，其实爱上钓鱼嘞，还爱钓鱼比爱钓较好啦。马比爱上一只啊，冇应该爱什么呀？来看佢啊，佢想钓只美人鱼转移啊。行呀，咁冇本热条安啦，你哋了量还想走啦？你都不是。唔係啦。你都了量哦，嗰啲廠行得你買少啲賺錢咧，行啦。好啦。啲廠啊，少啲東西買轉嚟咯。好，啲廠，跟住。啲廠啊！打電話叫警察嚟啊！哦，哎呀，冇條魚啊，用個山啊！現在你人工呼吸啊，嘅點啊？哦，喂，記住啊！你哋咩用接到，記得睇叫唔睇叫嘢啊？天房喺市動睇嘅後巴船啊！好，記得。你搶啊！你搶！那米兰子啊，讲搞外使落别个呢，讲对冇做较好吧？唉，冇做。你跟木主很鸟还好？
人老了咩？人老啊，跟木做就麻烦，啊，一家就要照顾一家，冇蛮有人关心咯，系嘛？其实啊，我亲手阿长姑，啊，也当面个刁我，迄刁我啊，伊规日跟木做啊，看到破败的事，跟木做真正烦了。都是为要哈，搿我都地不有喊半夜了，哈，一说这么要哈，哟，做嘛呢？事情过去就好了哈，没事了，别叫，人家弄我讲到动白声。阿妹听下心情嘛，阿妹了解哈，了解下心情。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公开，你讲。好嘞呐，阿妹了解下心情，阿妹知，阿妹真想咩，係冇？哈？人高興就硬硬就肚挨做嘛喏，哦，跟艱苦挨咩艱苦咪，係冇？啊，哦，唔好叫啊，知冇？好啦，冇事啦，冇事就好了，係冇？按睇人咧，講實在繁忙嘅事情想到就要想哈，冇出只人講。按樣對阿妹來講，阿妹真傷心唔對嘛？啊，有睇到冇？好嘞，真乖，好。好，唔叫，啊，走啊，是不？阿曼姨，阿真冇事啦，哈。地藏辦事事先嚟啦。照顧什麼？佢對個水頭肚來。點解在水條肚啦？哈。基本吼，同事打電話來用下去釣魚。佢講吼，叫我去地方吼，好凍江咧，應該凍多，係我冇買嘢。誒，阿妹啊，有興趣嘛？下擺吼，推落去。阿妹啊，我看，我根本冇去啦。佢睇住又還轉來，那相片得嘅。放心，阿妹冇事情啊。當然就好去見見啊！阿妹，我就準備出門啦，我等下好休息啦哈。
阿姨，阿姨呢？哎，阿姨呢？马时间伢的啊！哎，你係幾步嘅啊？過去冇個人錯啊唔錯，但是你做阿爸嘅，雖然唔是一送禮啊，但是你會見一面嘛，嗯？我有資格去嗎？你也做嘅聰明，已經當艱苦了，我去了，大家冇法度諒解我，我做嘅本大家，很加艱苦了。伊迄日來呢，伊講四雜為太啊，做伊冇辦法諒解，你偏偏一天都出面啦，錯冇？哎，你唔敢面對啊？啊？不管你怎樣的想，你今日一天出現，唔使拉人呢，愛擔當呢嚇，唔過去做唔錯事情呢，哎，你都付出一些代價嘛。我已經付出代價了。你付乜個代價？嚇？為什麼來出？一下來來殺來殺！我唔可以去啦！我唔可以去啦！我唔可以去。你一個臭馬嘅咯嚇！你做咩都笑我？何況係同叫我去送人來嘅，你點樣能夠變嘅咯？我看人心難改，但係嗰種你相同嘅咧。人家是根本也唔敢面對，你以後有個打算啦嚇？你根本也冇驚人來，你會 healthy 聲音，驚人來咧？你都打去入去？我唔可以去。你又要何必呢？又會變安尼啊！我喺講，我去釣魚出來，本大家事啦。又會就安尼做的啦？又會變安尼啊？阿哥就騙人啊！會啦。安尼吼，天天講阿聰哥可能那麼難過啊。這個阿妹假使可能叫到人傷心，叫我行較艱苦啊，好冇？乖。阿妹咧，哈？幾下年都奈好。不要從過去房間哦。出來從故出事以後，阿妹就一直帶到幾個橋，一帶就帶一舊的。哎就係唔係應該拿從過的東西輸來？冇辦法，阿妹一直看到阿從過的東西，就想到阿從過。阿妹會想阿哥，要嘛間唔對嘅，阿哥當做的。阿妹做唔得結束啊！一定要阿妹有買一下就不要唔記得了。就算了，阿妹帶給這個小阿哥，沒做得啦。在床永遠是做體，阮大家真難接受。尤其係阿曼姨
伊惨啦。不论好坏，我相信了事情会随时间过去的。以前敢真嘅要随时间过去啊？阿妹，你讲嘛？看资料啊，你想讲哦，阿妹最好是客户的，你去资料哦，可以买方法了，不要客户太面较皮，这个哦调不阿妹身。调马来啊，阿妹就是马盖，是吧？今晚今日没休息啊？系啊，还有冇多睡？有啦，有同事哦，请我出去了啊。不过我是想哦，前一餐的一直忙搞完事情，没时间哦好皮阿妹。故说哦，根本就留点不卡好皮阿妹。阿妹啊，佮最近传达生意好冇？做对啦，冇要紧啦。做样事就好。你朋友一钓鱼，同朋友去钓就冇要紧。钓鱼就要注意啦，冇落水田，暗夜的田面冇记注意啊。爱弟啊，有没有注意啊？长姑，你就亲生两生人呢？阿妹，一生人就你就来，我就真幸福了。你好好去啦，妹唔是烦恼阿妹，阿妹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
做下呢？那这时间，因为有你得煮饭哦。阿梅啊，你肚子摇哦，哈。来来，拿来做啦。啊。妹，你太急走了，你还得出去要拼材料。今日来炒，把自家落好冇？我好好做全部阿从故事。放心啦，我冇事情。我只想把阿从故好好洗从佢请老师来炒，好好送佢离开。阿媽你介紹做埋嘅菜，我都挺想下。一定要有朋友啊！阿哥，幸好是朋友。啊，还有啊，佢还有好食嘅，炒咗油啊，还有客家炒雞係咪？啊，你很做啲炒嘅，鹽菜炒卵啊？还有啦，阿从姑主要是行一些嘢呢，再改一下行一些嘢呢，好冇？我想到咧，上海做嘅很有出，我哋去簽一下。好唔嘅哦。睇下。我街啊嚇，要唔要我佢啲？唔咩啊，大家因南流市場，我看見五個一起想講買上來煮飯睇下食啦。我請到阿從我請到食我。師傅，唔講煮飯買意食啦。哎，你請到飯呢？唔係愛做嚇？好了啦，沒鬧了。你就開始了。阿哥看到一天會千房嘢，哎，萬事如意。聽日這時節啲擺煮飯，邊係重複做嘅菜呢？哦，阿哥，你看，你只要對你按好呢，佢就冇會愛煮菜。都個攏我話啦。好了，大家坐下來哈，開始吃飯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做呢啊？拿相片。阿姐，那我先睡。好。你就看阿哥看到按到菜按好食，佢哦笑到千歡喜。那上午安排安歡喜，大家準備乾苦哈。好好生活啊，哎你哦，落個筆啊。祝福阿昌哥一路好漢。多難為自己，萬事如意。阿妹啊，我咪叫祝福大家萬事如意，來。
来，阿妹来。阿妹今年煮的菜都澎湃呢，有阿妹的招牌，风油，还有俺最好食的就是炒菜炒。阿妹最近同学生呢，还有俩啦，有眼哦炒长生。哦，真见哦有阿妹面拖，还有俩。哦，生意哦，真有幸福感覺嘅。講真。师傅，没事情啊。师傅，好，无事。阿庄姑讲，佢真欢喜，礼拜推出安好的送别餐。既然用法吼，我就现今给得上可以比啦。我就做起呢，等咱那个时间吼，喊出的舌头按澎湃出来，吼。你很逊哎。跟我们讲啊。也希望阿狗做的吃得好，睡得饱，永远没烦恼。强勇好无？全部好啦吼，唔该。阿庄姑没得笑没？是啊，你看阿庄姑哦，笑得多欢喜哦。好了，给他吃饭哈。好。阿庄姑，阿爸对不起你，你够生气了，俺莫照顾你了，最后一段路，俺就没勇气送你，俺莫资格做哑巴。阿庄姑，强言我做阿爸没用，两个一场都是拜阿爸了。我希望以后阿生意了，做得做好应该来的了。得到你阿生意了，冇得到的幸福，冇快乐。阿庄姑，阿爸对不起你。
对不起你。爸呀，这样个安东的，差唔多的呢。我转幼儿园上班呢啊。阿妹啊，我想来老铁路磁铁的转来不看呢。我听就阿珍又要练过艺术啦呀。我再讲哦，你幼儿园上班忙咗半年呢，我想去做。也冇將人顧先啦嚇。娘啊，有冇事情暗啲啊？冇啊，我就想去做樂福卡天數聽聽咪。放心啦，阿妹冇事，阿妹唔係上唔開嘅，阿哥聽講要去上班，好冇？你從出生，幾多年冇來送，係咪佢已經離開台灣了呀？佢敢要再個出現咯？你從這位，雖然阿妹看起來已堅強，不過我切推中的這個本阿妹受到打擊。家姐，这是嘛上班喏？哎呦，冇啊，就左邊哦，睡唔好啦，有些甜。咁我去休息啦，吼，啊，冇甜，啊。阿妹啊，我出去一下好嘞，哈。还是啦，舒服特没。看嘛该啊！无啊，我吃顿今日奇怪哦。我唔抢你啦，抢生意抢用。他叫米天来啦。好了。哎呀，歹势哦，输我摕啦吼。爱吃到吼，俺两啥有默契。抢生意的强用呢。马上老有默契。干嘢？超哥。啊，你食埋嘢冇？講過啦。阿燕，阿燕。青山流水何處去？重逢難依舊不眠。
眺望故乡河，悠然的人，初恋未开意，长夜抚琴也渐迟，有时孤人水上去。残霞畔爬高发，你的笑声忽然又拂去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难唱多。